进行三拜礼。今天呢，看到安德的新郎新娘，还有来先从首的各位好朋友啊，我们的亲朋好友呢齐聚一堂，新人呢结成家偶，今日贫穷的感谢哈，还给台泥厂呢辛辛苦苦的从小这样拉拔长大，三个人呢来到金行上拜礼给你是，请所有的新人面向上灯区。 一拜天地，一拍天地，请新人面向观众区。二拜高堂，一拜佛统。接下来请新人面对面喽。通常这个时候都会先偷笑一下。 夫妻对拜，公婆对拜，掌声鼓励！在拜访下来看一场呢，多年来辛辛苦苦哦，他把我们新人长大成人，直到我们步上礼堂呢，也依旧守护着我们。再拜祝福人行动行友，勇敢同行，白头偕老，掌声鼓励祝福。